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全国运动会，10月16要伫新北市来举办。当这个盛会传到台中市的时阵，市长侯友宜专工来参加，亲手把这个盛会传予市长罗秀燕，甲奥运柔道银牌的选手杨永伟。这罗秀燕甲侯友宜难得来同台。罗秀燕是来压料讲，侯友宜是柔道的好手，应该甲杨永伟来一场比赛。侯市长是笑开来回应，讲伊若甲杨永伟来对战，一定会去互伊削做2截。直接将圣火传递给侯市长。8年全国运动会铁路盛会队来到台中，罗市长带队领军来到新北市吧。奥运柔道金牌杨永伟嘛亲身接盛会挺全运会。目标我一定也是会设定金牌，然后就是尽全力的在场上表现好。杨永伟10月中出战全运会柔道项目要摕金牌，台中市长罗秀燕嘛甲新北市长侯友宜压了，讲伊嘛是柔道好手。全国民调最高的侯友宜市长也是柔道好手，请他们2个较量一下。你把永伟推出来，我就被他一棒一摔就变成2段了。罗秀燕、侯友宜做伙挺体育嘛，互相亏一个。谢谢永伟能够来跟我们参加全国运动会，希望你能够，我不能讲说你冠军了，我们不会客气啦。全运会会伫10月16号新北市场场，侯友宜嘛继续拍拼宣传，要邀请全国的民众做伙为运动员加油。